大家好，我係靚隻。最近老友話喺獵德開食到好正嘅奶油蝦，今日一於試下佢。外立面幾吸引，充滿上世紀省港裝修風格，瓷磚牆面、捲簾門，色彩豐富嘅繁體字招牌，盡顯市井煙火氣。大廳好闊落，加埋大隻燈籠嘅暖黃燈光，營造好舒服嘅用餐氛圍。最壯觀一定係個海鮮池啦，咁多品種，保證唔會食到預製海鮮啊！啲蝦咁生猛，梗係整翻碟招牌奶油蝦啦。戴翻個手套剝蝦先，睇海鮮池嗰度啲羅氏蝦咁大隻，一定夠大新鮮。因為新鮮咧，啲蝦嘅肉質好緊實，而且最緊要係奶油味好濃郁，食起身好滿足。大隻嘅雨生蠔，呢個天氣仲有咁大隻雨生蠔咧，都比較少見。試下咩味先？仲係好肥美，加埋啲蒜蓉同啲葱花嚟一齊蒸咧，最緊要佢呢度特別嘅係用個竹籠嚟去蒸，自帶少少竹香之餘，鮮甜加倍。龍仔蒸帶子、白貝同埋牛蛙都值得一試啊！可以食出食材本來嘅鮮味。泡飯都有驚喜，湯底竟然放咗黃油，食起身特別鮮甜甘香。Nice。遇着等位或者發口痕，食幾粒花煎餅先呢，拉滿童年回憶，又打卡個靚正好地方。